纸骚贴，我操！你才是最骚的，我靠！有你骚！这个段子不错，今年看呀，来看一下这个。搞什么呀你？哎呀妈呀，烦死掉了！我没看到，我眼瞎吧你？是不是眼瞎？谁知道你在画口红啊？你眼瞎！我不是看你拿个镜子在照吗？呀！你有病啊你！俺不要了这个就行了。我操你妈！你是不是有病你？苹果有个断，粉已经倒进去了啊，粉有一点点味道啊，倒着菜。我明天看这个我给你吃上眼。吃包子比赛开始。完了，谁干呀？因为垃圾我想买电。错了。爹，媳妇儿，我渴了，给我弄杯水喝去。没看我玩手机了。可是比柠檬茶，请问亲爱的老公，你要喝点啥？我喝咖啡。好嘞。